評支持學生嘅工人自治組織。中央台話，北京燕山石油化工公司、首都鋼鐵廠等等40間嘅企業負責人呢，要求取締盜用工人名義嘅組織。這40家企業負責人在要求中說，最近在天安門西觀禮台下，有一夥人糾合在一起，無視北京市人民政府戒嚴令，盜用工人名義非法組織工人自治聯合會，製造和散布謠言，鼓動罷工，搞中外記者新聞發佈會，公然提出要推翻人民政府，煽動社會動亂。這些企業的負責人指出，我們首都工人階級絕不能容忍這一小夥人為非作歹，強烈要求政府採取堅決措施，依法取締盜用工人名義搞動亂的非法組織。北京一班高等院校嘅學生，琴日喺天安門廣場做咗一套話劇，話要爭取解放。套話劇係由北京中央美術學院嘅學生做嘅，佢哋着起紅衫，然後將印滿星星嘅白布條割爛，話係象徵衝破傳統。啲學生話佢哋嘅行動係想爭取真正嘅解放，又話要達到目的係唔可以靠當局嘅憐憫，而要靠自己嘅行動嚟到爭取。佢哋又話自己係唔怕死㗎。另外，由於琴日係兒童節，好多小朋友去到天安門廣場參觀。呢個小妹妹揸住封支持靜坐學生嘅信，俾記者影相。佢話封信係媽媽俾佢㗎。一直話要堅持靜坐到呢個月20號嘅外省學生，有啲已經表示想結束靜坐，改用第二種嘅方式推進民主自由。謝彩文喺北京報導。杜軍係北京市宣布部分地區戒嚴之後，當日嚟到北京嘅天安門廣場嘅目的係嚟聲援北京嘅學生。佢見到學運由高潮嘅發展到依家喺廣場嘅僵持局面，覺得好悲哀。佢亦都反對啲同學留守喺廣場。因為我們應該回去以後發動全國的群眾，因為這要打倒官僚是什麼？這是不是一天兩天，不是一句話兩句話，就是一個口號兩個口號能說得清的。它這是一場長期的。由於環境太差，佢嚟到之後10日就已經捱唔住暈咗，2日前仲入咗醫院，所以佢今日呢就會返天津。對於學生領袖，佢有咁嘅睇法，就是讓我們學生領袖上去以後，也許他們會比那個現任政府會對學生更殘忍的，因為他們從知識分子轉來，他深知知識分子的一切優點及缺點，他會治得更厲害。而天安門廣場指揮部嘅一個負責人就為學生領袖辯護。他們為的都是共同一個目標，可是有些人工作方法是有些不當，需要改進。他們已經注意到這一點了。佢仍然認為，就算大部分嘅同學要撤走啊，都應該要留返少部分人喺度，令到呢個運動持續落去。無線電視記者謝彩雲喺北京嘅報導。另外，今日由北京返香港嘅教育工作者程介南話，北京嘅學生組織喺財政上咧係唔夠健全，使到各方面嘅捐款未能夠發揮效用。李德成嘅報導。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理事長程介南將50萬嘅捐款送去北京紅十字會之後，今日中午返嚟香港。程介南話：中國紅十字會到上個月29號為止，一共係收到為數80萬人民幣嘅捐款。呢筆錢係用喺醫藥同埋保持天安門廣場嘅衛生。佢話：雖然天安門廣場曾經有個別學生向佢攞錢，但係因為教育工作者聯會收集到嘅捐款係指定交俾中國紅十字會嘅，所以佢冇將錢俾學生。程介南認為，而家各界嘅捐款喺學生組織未能夠發揮到作用。我同某啲個別嘅高校聯嘅同學傾，佢哋都認為即係話而家佢哋自己冇一個正式嘅戶口，就自己嘅組織亦都未健全好，財務制度亦都未健全好，咁所以呢，錢唔係唔要，錢係需要嘅，但係呢，就都係要留待個制度健全咗，個錢先可以真正發生效力。程介南又話：佢已經叫中國紅十字會提供一份名單，睇下邊啲學生係因為絕食而嚴重影響到身體，以便用捐款嚟到協助佢哋恢復健康。另外，多位荃灣區議員聽日同埋後日會喺區內發起簽名運動，呼籲中國政府唔好鎮壓國內嘅民運人士，又要求中國解除新聞封鎖。無線電視記者李德成報導。
而另外，香港專上院校教職員挨晚發表聲明，希望中國政府唔好迫害知識分子。專上院校教職員代表郭少棠話：佢擔心知識分子會被秋後算賬。聲明又話，國內知識分子批評時政係出於良知同埋社會責任，中國政府唔應該將不同政見人士入罪。另外，香港專上院校教職員呢，亦都發起簽名運動，聲援中國知識分子。而家已經收集到超過500個大專講師同埋文化界人士嘅簽名。幾叻都好，